好，来第三位分享者是刘慧明，伊是进前伫我甲阿东伫清大还阁有交代着熟识的一个好朋友，伊是为高雄来，啊，伊进前读的是物理系，伊就一直咧想讲，物理若拄着台语文会发生啥物代志？而且伊嘛想要伫伊大学有研究所的时阵，就是继续使用台语，用台语来思考。所以今仔日伊就要来甲大家分享讲，若台语拄着，应该是讲物理拄着台语文会发生啥物代志咧？所以咱就来邀请慧明。好，等下好，我等你。分享画面。你今仔日台北遐？这下我伫台北啊，哦，我足久无转去啊。高雄伤远啊！哎呀，安尼我今仔日听你来科普哦。无啦，今仔日好。安尼有看着我的简报吼？好，有，好，大概主要就是无啦，应该是讲今日我要讲的科普的内容较少，主要是为虾米我会想要做科普，即个原因的部分较济。对大先就是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有写一句有押韵的迄个四句联，哎哟，哦，足久无听到迄四句。但是写条无照迄个纪律啦，无照迄个严格的规定啦，就是阮庄隔壁蚵仔寮，就北求学路途遥，总是无语顾有条，要为台文添新了。哦，拍破者，拍破者，哦。好啦，好大先就是先自我绍介，因为惊有个人可能甲我还无熟，对，我就是等下，我放一下，好，就是我今年是22岁，就是今年6月对清大毕业，因为我清大是读物理，对清大毕业，即马是读台大的光电的硕士，我是高雄人。但是若人会问我讲我到底是高雄的地，我拢毋知要安怎回答。但是实际上我就是住伫高雄主管的工坑，嘉东坑合音做工坑，伊伫蚵仔寮隔壁，伊伫地咧，地图伫遮，遮是南仔坑，遮是桥仔头，遮是公山，遮是美乐，阮兜伫遮，离海海边敢若啊！705.45公尺。哦，蚵仔寮渔港伫遮啦，这是港口，这是做营的军港，对，所以离海足近。好所以大概，伊主歌较少人知，就爱讲我住公山，还是我住南仔坑，还是我住桥仔头，对，好今日主要要讲的，其实是真杂啦，就是足侪主题夹做伙，就是头一个就是爱对我是安怎我会讲台语，是安怎我的台语文是安怎开始学的，我学台语文了后有做啥物代志，就是我的台语的路途，过来是安怎我会去读物理学，读物理学的过程中有学到啥，过来因为过来是以头前即2点做一个基础，来想讲物理学要安怎，因为我会晓台语文，我搁读物理学，即款人其实真少，所以会想讲，即2种物件敢若会当夹做伙，过来就是看对我未来有啥物暗算，未来台语文、物理学会当有啥物款的，会当搁安怎进步安尼。头一点就是爱讲到我的台语文的背景，我的台语路就是大概主要会当分做4个方向来讲啦。头一个就是家庭的环境，就是阮兜其实自细汉
自细汉阮爸母就是拢教我讲台语，因为我毋知影因到底是毋是有即个意识，还是因就是较惯势讲台语，但是事实就是伊自细汉阮爸母就是拢教我讲台语较济。啊，第二点，我自细汉就伫长乐教会大汉，所以逐礼拜拢是台语礼拜，啊台语礼拜就会有台语汉字，等下会互大家看教会内底会出现的台语汉字是生做啥款，啊，就是看台语汉字的 PowerPoint 啊，耳孔就听人唱，啊听人念，啊句啊你着汉字甲音着对起来啊，所以其实我当学台语文的时阵是，即个坎是足简单的下过啊，对，啊句着捌啊，所以啊搁第三点就是我的母语意识其实就是受美芳华的演讲的启蒙，就是某一工的下晡啊，莹啊看到伊伫网络顶有演讲的录影，啊看了拄啊真受感动，啊着家己透过输入法甲网络的一寡资源，啊，着家己甲白话字，因为我长乐教会背景嘛，但是自细汉其实对白话字无啥物意识，无啥物看重，啊所以着家己是后来大学了后，透过家己甲白话字学转来，啊白话字学了，待落自然嘛差不多会晓啊，对。啊，搁第四点就是，搁来就是创一个叫做台语心的 IG 的口座，啊，嘛有参加一寡无共款的活动，像讲捌上电视过啊，啊捌参加比赛啊，四界若听到有兴趣的演讲，尤其是甲台语相关的，可能我就会去听呢。啊，尤其伫台北的演讲真正加较济。好，啊，这就是长乐教会礼拜会讲到会看到的台语汉字。台语汉字就是讲，像这嘛，这就是倒边，这就是姓氏。啊，其实会众就是看到，大部分我观察起来就是拢看汉字，唱台语音，像这就是像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求主耶稣时刻保护。啊，像这就是敬拜俄罗嘛是会唱，啊这嘛是歌词，就透早起来俄罗主，因为透早起来心内有平安，啊这是主导文，啊嘛是看汉字，啊逐个读，啊但是自细汉就看人咧读，读咧，看人咧读，听人咧读，听甲看就相时就入来我的大脑，就甲记起来，以后看到即字就知影讲，哦这读阮，这读做阮伫天灵的爸，对。搁这是一寡相片啦，这是敢若是今年有去真理大学参加现代台语圣经的算是论坛，这是去参加比赛的上台领奖的相片，这是迄落进前上电视的宣传的相片，对，还搁有一寡无相片的，所以就无搭起来啊。好。台语路的介绍就先到遮，进换来讲物理学。是安怎我会去读物理学咧？啊，好，就是总共一句就是命运的安排啦。就是因为我自然组的，自然组的上悬分就是医学、气科甲药学。因为我分数无够遐悬，所以我就无考着。其实我家己有想要读的是大气甲地质，但是因为这听讲就是出路感觉较少，所以就毋敢添，毋敢甲囥伤头前，就是毋敢去读。机械无啥物兴趣，剩诶就毋知影要读啥。所以其实即种情形足侪人会发生，所以
啊，我高中其实嘛袂讨厌物理，毋过无想要读数学，啊，所以袂讨厌物理，啊，着电机、资工、材料、物理、化学安尼添落来，啊着对啊，啊着变做是清大的物理系啊，对。啊，物理，你会问讲物理到底是啥物碗糕？会食一袂？就是物理，就是讲，这是人类目前所了解的物质世界的运作的原理，啊是一切科技发展的根基。像讲举一个例，你的手机啊，你的手机啊，你若甲你手机啊会有敲电话的功能，啊敲电话的功能，你甲想较基础咧，伊就是电磁波。伊就是电磁波、电磁波、电磁波的产生甲接收嘛。啊，讲到电磁波，伊的背后的理论是啥？电磁学，这算是这嘛是物理一个物理学家，做等下伊的名后壁会出现。好一个手机内底有啥？会有电子元件嘛，就是 electronic device 啊，内底会用到半导体的材料。啊，半导体的材料，你要了解伊的性质，了解伊的物理性质。伊其实你讲甲最上基础来看，伊就是量子力学甲统计物理两个做伙结合起来，就会当去了解即个半导体材料伊的背后的性质是啥物款，伊的电子、伊的电动、electron 甲 hole，啊伊的临界 energy level，像即款的。啊，过来显示荧幕，就是你手机啊，你除了敲电话，除了有电子的元件，也还佫有一个荧幕嘛，安尼你才看会到，你才有法度甲伊互动，你才有法度看到伊的显示物件出来互你看。啊，显示荧幕，即马大部分的手机啊，应该拢是有机 LED 啦，啊，所以有机分子就是 organic 有机分子就是会用到分子物理嘛，因为分子啊，搁要互伊有导电，伊会当导电的特性，伊的电性是安怎？这就爱分子物理有关系。啊，搁有伊光爱出来嘛，啊，伊光要互出来，迄个结构的设计嘛是甲光学、甲电子学内底迄个光学的迄个方面较有关系。对，啊，搁有其他无共款的功能，啊，对应的物件就是安尼，但是因为物理就是较基础，啊，若是你要较应用的，就像电机迄种的，就较应用。但是伊的你看上基础嘛是物理。啊，过来，我大学伫清大物理系会学着啥？基本上会学着啥？基本上实验课，伊就是因为实验课伊拢会做一寡较基础的实验，所以基本的遐仪器像讲示波器安怎操作，啊你量着遐个 data 遐个数据要安怎 fitting，啊像入面的时阵是用 Excel，但是后来就用 MATLAB，因为 MATLAB 看起来较专业，对。啊报告的计式要安怎拍？爱先有一个大画头，实验的方法，实验结果，最后的讨论安尼。啊，佮有一寡应用的资料安怎拍，安怎用。啊，理论课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这是200年来足侪物理学家的心血的成果，因研究的成果，所以足侪先摆的物理学家因去做即个理论，伊的理路是安怎，你会当了解。啊，当然上重要的就是数学公式的推导。虽然我拄则有讲我无想要读数学，但是入来物理系了，我才知影讲，原来其实物理的数学足济，所以这是我入来进前无想到的。但是终其尾嘛是毕业嘛，啊，
过来就是相信家己的能力，因为有诶时阵教授会出一寡较困难诶题，啊，你一开始初初去遐看，想讲这困难，我毋知影要安怎落手，要安怎落笔去解决，啊，但是伊就会考验你敲找资料诶能力，敲找迄个一个解答，好。啊，物理系这就大概整理伫遮啦。啊，其实阮4年仔就是较空，头前拢是较基础诶科目像讲普通物理、微积分，这是上基础诶数学啊。像拄则讲诶电子学，阮就是2年诶修，啊，搁有理论力学，啊，光学拄则嘛有讲着，量子物理拄则嘛有讲着，啊，光电物理。迄就是阮，因为我算是光电组，阮有分组，啊，光电组就会加修光电物理啊、光学啊，甲应用电子学。啊，4年仔就是伊有各种无共款诶导论，就是较分出去，较分支诶物理诶领域，就会当去修。啊，过来第三点我要讲诶是我诶台语心诶考做诶心路历程。一开始，其实我袂记得我当初到底是为虾米要创即个考做啊？可能就是单纯感觉用安尼来创一个考做，会当藏一寡台语诶物件起哩。所以其实嘛无虾米经过偌认真诶思考，啊，我就想讲好，安尼我就学做台语，我初期学做台语人，但后来我有改名改做台语心，因为我感觉我毋是真正诶台语人。我台语讲了，还无讲真正介好。初期我嘛是真正毋知要铺啥嘛，想着啥就用台语铺出来。因为即个考试主要就是我想要用台语铺文。后来想讲有一寡较罕得看诶台语词，我想要甲扣起来，伫我诶考试甲铺出来。这号做扣句了。所以但是后来转变就是，我后来想讲，既然我是读物理系扣遮个较罕见、较正解诶台语词，我嘛无较敖。既然较少人咧做科学诶介绍，安尼我就来做这。所以这是扣句了。这我就甲这就是这嘛是其实这嘛是阿华讲诶，画深度甲扣句了，我就来画深度，为台语诶。为新的台语来建设，就是拄仔讲嘛，我听讲读册拢会晓，我大学阁是读物理系，既然现代科学，毋管是化学、数学、物理，甚至心理学、社会学，拢是对西洋传过来的。既然咱高中、国中去学遐个科目的时阵，拢是用华语会当学，是安怎咱台语袂当？所以这就是一个真奇怪的问题，但是这嘛是台湾科仔的人会当拍拼的一个方向，就是会当用台语文来表达遮个知识。像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叫做啥？这个物件其实就是伊就是 Newton 的第二定律。Newton 我看等下会介绍一个 STEM 的迄个计划，就是伊有人甲翻译做牛顿啦。Newton 甲翻译做牛顿第二定律。即个就是拄则讲的电子学的重要的人 Maxwell。有人甲翻做麦穗尔方程组。即个是量子力学的小等角方程。即个名我是对遮学到的，因为因讲小等角，所以我就对因讲小等角。对，因的影片嘛，诚欢迎大家去看。台语文
就是伫台湾课内底，其实你会当看到足侪人用台语讲历史、讲乡土文化，甚至讲圣经，因为有长老教会嘛。但是一个正常的语言，应该是会当用台语来讲所有的代志，像讲透早要食啥，像讲明仔载天气安怎，像讲国际的发展是安怎，这拢会当用台语来了解。所以，毋过拄着用遮个物件的时阵，就会发现有一寡现代的词，外国的人名，这拢需要翻译。像这就是爱想讲到底是爱直接照伊的意思去翻译，还是用音直接去音译，还是爱甲汉字爱斗起来安尼，就爱有人来整合来公布，搁会当互人查，安尼较好。安尼以后若是要，才有一个基础会当，伫即个基础顶面才会当起一栋现代台语的大楼。像这就是学科设计，这是敢若是教育部还是对因有创一个网站，伊会当查伊会当查一寡学科设计，像讲国小国中的即个自然课会当来遮查看觅咧。但是我嘛无讲内底到底有啥物事。这就是拄则我讲的，台语有人考起来做一个 STEM 标准化计划，就是科学、科技、工程、数学。会当来看因的网站是生做，因的网站是生做即个型。伊内底有足侪物件，像讲我用物理来做咧好啊。这有一个古典力学，你甲点入去，会看到因为我有加入即个团体啦，所以才有一寡像守恒定律、守恒定律、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力学、古典力学，或者牛顿力学、Lagrangian mechanics、拉贡日力学、哈姆顿力学，安尼。好过来继续。就是我发现讲台湾物理界去开垦的人也真少啦。就是像台语的马种也，有讲台语俗谚的，有介绍传统文化的，有文学创作的，甚至嘛有创作漫画的，嘛有翻译的，嘛有讲笑话的。毋过用台语讲科学的也真少，就是基本上就是也真少啦。就可能5支指头算会出来安尼。目前台湾出版的内容有囡仔古，迄足侪本世界文学的作品的台文版，搁有生活台语的教学。毋过写科普的人也真少，可能因为市场，因为遐有市场才会出册，所以我认为是市场也无到迄个坎站会当，因为台语比较较少人，科普比较是搁较少人会看，所以市场爱发展到一个规模，才会有科普的内容。虽然讲足少人，但是嘛是有一寡高人，有一寡真出名人，像蔡安李教授，这是用逐工100天文度的班主这吴宗宪教授，这是进前伫TED用台语介绍火箭。陈必中教授，这是清代物理的教授，伊伫基于课文创有写一篇高中台语课本内底有写一篇迄个惯性坐标系统。语理同行团队，这是拄则迄个小顶国方定，就是讲用台语讲量子电脑的迄个影片的团队。现在甲未来，绝对还阁会有济人会来做即个方面的发展。目前我的想法，就是进前我想讲我要做科普，总无可能直接甲迄个物理学的原文册甲翻译嘛。所以我就想讲，
这原文有啦，中译版有人做，但是翻译规本册这工课真正伤大，这袂使。这我是学生，我也有其他的代志爱做，啊，所以所以目前就是先选一本科普的册，啊，内底重点甲列出来，啊，会当用台语甲解释，啊，就是会当迅速会当看别人到底是用什么款的理路来介绍物理，因为内行人就是有家己的理路，但是内行人要写互外行人看，伊爱佮用另外一个理路。啊，若经验较有啊，则佮看要家己写，家己创作新的，还是要翻译一寡先摆的经典的外文的著作，经典对。啊，未来的暗算，因为我即马当咧做，但已经淡薄仔平淡，就是物理之演进这本册，伊是爱因斯坦写的，伊有我有做2篇台文的摘要，啊，放伫我的卖奖页内底，啊，过来这是进前毕业的迄个许热，我有开始咧做，我有看，因为我对相对论有兴趣，我对讲义相对论有兴趣，所以我有看台的课程，啊，我有用台文想要做笔记，但是因为后来入来研究所啊，所以就即个领域以外的物件就较袂去捌着啊。后一本物理之水，就是 Feynman 伊有一本，这算是演讲集，伊的我会想要甲做摘要，也是翻译。啊，过来这个较有可能做，就是伫卖奖业大文小解光电领域的研究。就是因为我即摆是读光电所，所以我对这方面可能会看较济，所以看较济就较有可能会当做即个代志，就是较会，就是毋免阁加看别项物件啦。啊，最后一项用台文写硕士论文，这算是一个滚算笑，因为对，啊。毋过咧，因为我是较倾向写较长的文章，啊，但是 Instagram 拢爱放相片，啊，所以我有诶时阵会感觉较麻烦，所以我咧想讲到底有啥物平台会当较适合放即种，敢若文字，还是就是文章，以文章为主，啊，像方格子我还袂用过，Medium 我嘛还袂用过，啊 Facebook 我即马我有一个卖奖页，就是遮个一寡其他的平台，若适合放文章的嘛会使。啊，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世间万项台，拢通用台语来紹解。我希望台湾科仔除了历史、文化、文學以外，會當有閣較濟科普的內容，也是其他閣較新的物件，安尼，互即個科仔會當閣較多元。多謝大家努力。啊，這對，無啦，好啦，安尼等下我會可能會甲我的賣獎頁的網鏈藏起哩。好，多謝。我感觉今日慧玲分享物件真足赞的，啊嘛希望讲你是后一个来做这台语科普的人。啊，你咧思考讲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展现的时阵吼，我家己吼，我想要互你有2个想法，互你参考者。我即马搭伫开讲的所在，有当时我家己吼。拢会去用手机，时拢会去看着即2个，吼，啊，因为你常常看的物件，因就常常出现。第一个是一个，我毋知伊是倒一国的迄种药，伊嘛是咧教物理，还是化学，我无啥，我毋知迄是啥物话，啊，毋过我甲伊讲物件拢足好耍，而且伊家己写足活泼的迄种老师，吼，啊，伊就讲对伊来讲咧，你会听会出来讲伊的英语毋是伊的母语，吼，啊，毋过伊。
因为伊要介绍物件是科学的知识，啊，所以伊是带大家看迄种实验，啊，所以伊的学生拢看甲足欢喜，感觉伊像咧变魔术安尼。啊，我甲伊即种方式真好。啊，另外一位是伫东吴大学，伊即敢若是物理还是迄个吼，啊，伊嘛是伫课程内底安尼用实际物件展现互学生看。啊，较可惜的就是讲伊是讲华语的。好，我感觉讲你以后若讲有机会有当来做即种底片，我感觉嘛真好，因为第一就是讲，即种知识呢，有目睭通，伊是会当用目睭来看，啊看会着的，啊而且就讲你若用台语来教的时阵，大家会当去听着台语的声音。哦，啊若讲用写的时阵呢，用写课本，即嘛是一种方式，啊，伊变做是一种文字。我感觉咱台语要传承吼，即马上个重要是口语的部分，对，所以讲互你参考，多谢。多谢多谢。你的想法真正真赞啊！我嘛有看过迄个东吴大学的物理系。迄足好看诶。嘿嘿。多谢。慧明啊，你好，我想要分享，我头拄咧听到一寡迄落，我想要分享一寡迄落，我遮有手头知影一寡资源啊。譬如讲你讲，翻译你阵啊，毋知要安怎翻，你会使去找迄落 Every 因若像有一个翻译群组对无？就是因若像就是固定一个时间，拢会约去你Google 的线顶。Google Meet 伫线顶讨论，看要安怎翻译，是即个翻译的练习。因为伊本人是翻译所毕业的，哦，你会使甲问啦。啊，佫有迄落科普，佫有一个迄落卖种也有咧做，就是迄落叫做回路知识库，回路知识库，哦，安尼，你会使去找因看要安怎做啦，可能因有一寡经验通去参考安尼。我真正嘛有看回录知识库。啊，是啊。对，我感觉伊铺的物件嘛是真物理的。哦，系啊。我怀疑伊嘛是物理系。反射，肯定反射。我想佫一个问题，我想要问，就是讲，恁迄落物理下迄落基本模型哦，基本模型。哦。基本粒子模型，啊，恁内底迄电，因为阮迄阵迄落回录知识库捌伫迄落台语的社团内底问过，讲啊是要学做电子还是电子安尼？我是拢讲电子啦。是哦。因为全国电子，啥物电子行业，迄种电子拢讲电子。哦，因为我听到电子即字的时阵，我想到是迄款，可能就是电路板迄款的青色的有无，还是黄色的迄款的，啊，都里面会插物件安尼，插啥物电容啦，啊电阻啦，佫有啥，佫叫金色迄个线有无？我想到是迄啦。啊，迄阵是咧学咧基本粒子，因为粒子拢做细粒子的嘛，啊。迄阵我就想讲，敢若是会使学做电子，加一支迄个细项物的迄种感觉安尼。啊，我毋知你安怎想。那像嘛是会使，因为电子就有迄种一粒一粒的感觉。嘿啊，因为迄做细粒的嘛，对无？对。
应该是中指、一指也是电指还是加指安尼？对。后来你听看卖啊，我是讲问你的迄落专业的意见安尼，安尼啊看安尼好，你感觉啥款安尼？对啊，我就是其实科普我感觉台湾做了的，我感觉大陆遐做了较济，哦简体中文的资源较济。哦，伊嗯人就人较济，啊中国遐就人较济，啊阮遮就单单咧起势。请问，拄仔你讲着清华的迄个陈碧中，你拄仔介绍伊的时阵是讲伊做啥物款的甲台语有关的物件？哦，伊最近是伫迄个奇异果文创，伊有推一本高中的台语课本，啊，伊有伫内底写一篇文章，也吼是吼吼，写一篇甲物理有关系的文章。哦，好好好好，啊，进前若像有迄落参与迄个新闻的输入法的开发。哦，安尼哦，哦，好了解了解。所以伊是写奇异果出版的迄个高中的课本。伊应该是互邀请去写其中一篇文章安尼。好好好好，对。嗯。拄仔慧玲讲伊要摕将伊的啥物货打迄个，啊袂敢打。啊啊袂等下，好，多谢提醒。好，多谢。请问慧明，我问一下吼，你学迄内底迄落课程啊，我有看到你有学着化学啊，啊，咱上诶迄落研究迄实在内底啊，就是比如讲迄落黄菊毒素无，啊，佮有四环素，四环素是食入诶药啊，会产生啥物变化？迄种甲化学内迄种素诶下面讲迄成分你诶化学课内底敢有讲着？啊，你敢捌去甲翻译？变安怎翻译安尼？无呢，阮物理系的化学课是就是印尼仔的普通化学，所以较无伊就是较基础啦，较无即种就是较基础，像讲啥物原子、分子啊一寡理论，就是较无即种一个啥物分子啊伊的反应啊有机分子伊的反应安怎，无。是较无，即可能爱化学系还是啥物生物，若甲人有牵连的，可能就是其他的科系啊。啊，你物理系读完了以后是要做啥物？好，我即摆是读光电所，所以以后可能嘛是去科学园区看是迄种。哦，台积电是足欠人啦，但是对其他的像光电可能就爱看我的研究的领域啊，但是我的研究的领域可能会较偏向显示器的荧幕这方面，显示器这款，所以可能就会去做荧幕的工厂公司还是。安尼迄是毋是爱规工拢顶房诶电脑？因为你做荧幕来讲，敢是爱规工顶迄电脑，啊，逐工安尼你袂感觉压身咯？其实我嘛也我也无啥清楚，就是歹势，我问完啦。多谢多谢。
嗯